今日同大家開箱 Bioactive Microalgae Rejuvenating Mask 煥肌再生微藻精華面膜，每盒面膜入面有5片。岩藻糖可以深層補水、抗老化，形成肌膚嘅水潤保護屏障；而岩藻黃素就擁有超強嘅抗氧化能力，能夠保護肌膚免受氧化同紫外線傷害，有效抑制黑色素生成，延續肌膚美白效果。面膜嘅精華顏色會帶淡黃色，源自於精華素入邊含有水中黃金岩藻黃素。喺外觀同功效上都與眾不同㗎，每1噸嘅微藻先可以萃取到約10克嘅岩藻黃素。每片面膜內含多於30克精華，輕盈貼合肌膚，讓肌膚瞬間得到深層滋養。面膜嘅質地非常絲滑輕柔。呢款面膜係專為女性肌膚而設計嘅功能性產品，主要成分來自於溫室培植嘅褐色微藻，包括珍貴嘅岩藻糖同岩藻黃素。使用方法非常簡單，徹底清潔面部，用咗爽膚水之後，將面膜放喺面上，靜待大概15至20分鐘。取下面膜之後，輕輕按摩肌膚，等精華完全吸收。最後用溫水沖洗，並且輕輕擦乾肌膚，讓你擁有年輕緊緻嘅肌膚，立即體驗重拾肌膚嘅健康光澤。